我们结婚吧。下面有请我们国际知名设计师 Alex 登场。Alex 先生，听说您打算退居幕后，那么您创建的 Enjoy 集团呢 Enjoy 是我的心血，我应该会选择合适的合作方，将其托付。听说您这一次竟然售出了之前精心制作的样衣，是吗？不知道这一件样衣出售给谁了呢？是否有重要意义？那件婚纱是我替尹思辰先生的未婚妻顾西西小姐准备的。顾西西，你知道你的行为给我带来多严重的后果吗？那你知道你的行为给我造成多严重的后果吗？你这个女人就是喜欢强词夺理啊！你这个男的还喜欢栽赃陷害呢。那看来我们还挺配未婚妻。我们简直天生一对哦，未婚夫。叫的这么纯熟自然，是不是已经幻想过无数次了？你喂，小雅。喂，西西，不好了，买 Marry Me 的那个家伙退单了。不是，那我的定金不就打水漂了？那个人说我地址在哪里，给我找他去。这个地址你很熟悉，外贸总部。尹思成，我问你啊，你们公司有没有一个叫“行走的少女梦”的？你就是那个骗子代购。谁是骗子？尹思成，你不要跟我说那个人就是你啊！顾西西，你就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订单，给我捅出这么大一个幺蛾子！没有想到我想尽办法买的婚纱是给你买的啊！我刚刚得到的消息，文业集团已经在联系 Alex， 估计也是因为 Enjoy 的事儿。文业集团，我们必须赶在 Alex 做出决定前抢占先机。今天发布会上 ，Alex 先生好像对顾小姐很感兴趣。想到解决办法了吗？想好了，我会去跟 Alex 解释这一切。怎么解释？向他解释你为了得到一件 Marry Me， 欺骗了他，还是跟他解释你与我沆瀣一气，狼狈为奸？然后呢？那你说我要怎么办？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，继续扮演我的未婚妻，答应我，我赔偿你的损失，而且还会给你一笔不菲的报酬，收下钱帮我，这是你唯一的选择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尹思成，你干嘛？提前让你熟悉一下当我未婚妻的感觉，不至于明天见到 Alex 在他面前露出马脚。我会让我的助理发一份我的资料给你，明天早上之前必须背清楚。好了。所以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你只需要听我安排就可以了。这身婚纱就像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。今天你第一天拍摄，所以我请 Alex 先生过来为你监制。我听说你要穿我的婚纱拍杂志封面，我觉得很好奇，就过来看一下。希望我没有让您失望。好了，准备开始吧。
这张照片，回头我寄给你。好的，那我就先行告辞了。多谢。捞够了没有？你刚才跟 Alex 都聊什么了呀？暂时保密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今天还是要谢谢你，因为你，我和 Alex 谈得很顺利。作为感谢，我请你吃顿饭吧。吃饭就不用了。那个你呢，就离我有多远就走多远啊。这里可是私人庄园，没有出租车的。那我是不是有腿啊？没关系，不就是从头再来吗？怎么没有车呀？哎，有没有桶？干嘛？没人告诉你，逞强也是需要能力的吗？不用你管。上车。不用你管，我自己能走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怕你耽误我的时间。你在这里浪费1小时，我就要在餐厅多等你1小时，我的损失你赔付得起吗？你这种情况不适合穿高跟鞋。怎么了？艾利克斯刚刚发过来的，你自己看一下。Marry Me 的授权要在你们结婚后3个月自动生效，双方有任何一方可以放弃授权，由另一方打理。意思是我现在和他结婚3个月？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。走。我记得我好像说过，我们永远不要再见面了吧？我们结婚吧。